讲到这民众党主席郭文棣，目前因为有一个政治现金做假释的问题以外，也佫有经花城案件一直咧假，讲要请假3个月暂时离开党主席，而且今仔日呢，也佫或者检调敲徛家办公室，让叶凤出去约谈。民众党内今仔日召开这临时中央委员会，无推派代理党主席，颠倒是成立紧急应变小组，由立法院党团总调黄国昌等人做共同调集人，要来维持党务的运作。让支持台湾民众党的朋友们失望哦，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的。民众党逼出政治现金假释风波，拖3礼拜了后，郭文棣接出下室宣布请假3个月，暂离党主席，自请调查，想要来指挥。不过对事件逼出了后，党内一直讲爱追究责任。郭文棣的危机处理也外界感觉是无及格，包含查销速度真慢，红掠包、闹交报这单据这项缺失。郭文棣本人也因为惊慌涉案，列做贪污被告，和民众党清廉的形象大挫败。相信清白，和平加油。民众党恐惊下日创党以来上大危机，恐惊面临无带头的人。30党内真紧召开临时中央委员会，外界关心是不是讨论代理党主席人选。俊台面上包含立法院党团总调集人黄国昌、中央委员林富南、洪点名好像是相关的。临时中央委员会议当中，并没有提到代理党主席的问题，在现阶段也不会有代理党主席的问题。严格和外界意外是，民众党并无推派代理党主席，而是成立紧急应变小组，共同调集人包含黄国昌、林富南加中评会主委李伟华总共3个人，并且纳入党公职责扩大参与，维持党务运作。民众党即阵和司法调查，国民党是才出面化为避免政治力介入操作。身为我们在国会里面合作的友党，我们也会希望说，看到民众党赶快从这些的风波争议之中啊，赶快这个相关的代理主席，还有他们的整个的权力结构，赶快重新的建立。站在杯葛施政的一方，还是这一次因为民众党的失血事件而有所收敛？但对于民进党团而言，我说过，我们下个会期就是民生优先，朝野合作。民众党准备行出困境，立法院9月是有新的会期。民众党以外有8席立委，扮演关键少数力量，用来影响国民党、民进党。国民党甲民众党是不是搁再合作，也是调野来讲和，共同来推动民生法案，考验民众党决策的判断。支持者也好好来检视立委国会表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